讲到最近食安的问题是继续咧飙，唔但讲有素食店甲火锅店菜盘内底拢有出现冷气，但又有民众刊文讲起新增食火锅，嘛有看到冷气伫遐咧烧，卫生局嘛派员去稽查，讲若有危害到食品安全者，上当就要罚到2亿。 火锅内底竟有遮冷气，烧者，人客根本唔敢食。有网友伫面说发文讲，伫新庄新泰路某一间火锅店食火锅时阵，雄雄看到有一只活的冷气，真恐怖。虽然店头后来换一点，不过还是食到惊惊。应该是青菜来的时候含着在里面，因为绿色青菜，因为最近有下，对，所以里面应该有夹杂到货，然后没有注意到。 店员讲，拢按照正常的程序准备，也检查食材顶面是毋是有附着其他的物件。进前也毋捌发生过相关种的情形，对此新北市卫生局的派员去稽查，并且要求业者爱随改善。那你可以把菜都洗完之后呢，你最后的那个洗菜的水里面加一些盐泡一下，就很像是那个水质一样，你加盐它就会挛缩一样嘛。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件事。 不要徒手去抓锅鱼。针对于场所的作业环境、人员卫生以及病媒防治加强检查，倘有不符规定处，将依食安法第44条之规定，命业者限期改正。若借其仍未改善完成，可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。由最近一直发生冷气危机，对素食店到连锁火锅的品牌拢出包，专家认为讲可能跟最近电台如何有关系。用冷气爱比伫实习的菜肴顶面，虽讲提醒民众青菜上好放水流洗15分钟，唔会使减少农药残留，也使甲寄生虫洗清气，降低这食安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